弟兄姊妹平安，好開心今日同大家嚟到睇腓利門呢卷書。腓利門書係聖經入邊好少有得一章嘅經卷嚟嘅。咁腓利門書係比較簡單，但係入邊嘅內容卻係好寶貴、好豐富。就講到有個主人，佢就有個奴隸嘅。咁點知後來個奴隸信咗耶穌啊？咁保羅呢又係帶呢個有錢啲嘅信徒信耶穌嘅喎。咁保羅就勸佢哋啦，嗱，既然而家大家都係兄弟，大家都係信主嘅弟兄，咁你可唔可以接納呢個奴隸呢？雖然佢曾經可能得罪過你，做咗一啲錯事，佢就走咗啦。咁你可唔可以將佢挽回過嚟，接納佢當弟兄咁樣呢？所以保羅就提出一個幾高嘅要求嚇，希望呢個阿尼西姆，或者而家新嘅譯本就譯佢做阿尼西謀呢個嘅主人，希望佢原諒接納翻佢以前走咗嘅奴隸，就係呢一個嘅阿尼西姆，就係佢嘅奴隸阿尼西謀。而呢個主人呢，就係腓利門啦，就係腓利門書呢一個嘅主角。讓我首先嚟到介紹一下腓利門。腓利門呢就住喺哥羅西呢個城入邊嘅嚇，所以我哋都知道有一卷書就叫做哥羅西書。咁腓利門呢，佢係一個比較富有嘅信徒，即係屋企入邊比較有錢，所以佢可能就養咗一啲嘅奴隸，其中一個奴隸呢，就呢個阿尼西姆啦。咁點知呢個阿尼西謀呢，可能就係攞咗主人一啲嘅財物，咁就走咗佬嚇。咁呢個主人梗係好唔開心啦！你攞咗我啲錢又走咗去，於是呢就睇下點樣去處理。後來呢，呢個阿尼西謀就遇見保羅，結果保羅呢就帶咗佢信主。咁喺而家研究聖經比較新嘅一啲嘅派別，就唔係話呢個阿尼西謀呢係攞咗主人嘅錢，而係話佢同主人喺相處上邊出現咗一啲嘅問題，所以佢就走咗啦。咁保羅佢覺得既然間大家都信咗耶穌，佢就好想做中間人啊，去調停啊。咁大家都知道而家有啲咧叫做調停人㗎嚇，我都識得有幾個牧師都去讀咗呢個調停人嘅課程，就攞到調停人嘅資格嚇。咁呢個調停人呢，有時可以做中間人，處理有啲人有啲財務糾紛啊，或者有某方面嘅爭執嚇，咁佢就去處理，聽下雙方點樣講，就提出一個和好嘅方法，讓大家彼此和好。咁所以保羅佢亦都向呢個腓利門提出一個好高嘅要求，就係你可唔可以接納阿尼西謀做你嘅弟兄呢？特別係喺腓利門書第16節，保羅就咁樣要求嘅。讓我哋少少介紹下呢卷書。呢卷書雖然好短，開頭第1到第3節係問安啊，咁保羅就希望腓利門可以喺福音嘅事上邊幫助佢，然後佢又為腓利門腓利門感謝神，由第4節一路到第7節係保羅發出一個嘅感謝。佢話你有愛啦，有信心啦，你又做一啲美善嘅事。保羅好識讚人啊！佢話你有愛、有信心，又做美善嘅事。咁然後由第8節一路到20節呢，就為咗阿尼西謀去求情啦
佢話嗱，你以前呢個奴隸曾經做咗一啲可能係令你好唔開心嘅嘢，但係而家佢又信咗耶穌喎，佢係我哋嘅弟兄嚟嘅喎，你可唔可以以愛嘅緣故去接納佢呢？因為愛嘅緣故去接納佢。今日我哋喺教會裏邊，雖然有啲唔識得嘅弟兄姊妹，甚至有啲可能係過去得罪過你嘅弟兄姊妹，你能唔能夠因為愛嘅緣故去饒恕佢，去包容佢，喺主裏邊去接納佢呢？咁呢個都係我哋今日需要去學嘅一個嘅功課。然後就由第21節到第25節就一個結束嘅說話。保羅佢雖然知道佢冇權柄去吩咐腓利門做呢件事，所以保羅只係站喺一個請求腓利門你可以考慮下，會唔會你原諒呢個以前嘅奴隸你接納佢成為主內嘅弟兄姊妹，你用愛心去咁樣做冇錯，可能佢帶嚟係一啲經濟嘅損失，特別如果佢接納咗佢成為弟兄，咁以後呢個阿尼西母就唔再係奴隸。但係你作為基督徒，你願唔願意付出一啲嘅代價呢？今日同樣我都想問各位，你有冇為基督嘅緣故，你願意付上一啲嘅代價呢？可能喺你工作嘅環境裏邊，有啲人曾經得罪過你㗎，或者你工作裏邊你又上司咁有啲下屬可能係唔合作嘅，咁你今日會唔會因為愛嘅緣故去原諒佢哋，去接納佢哋，去彼此一齊同心工作呢？所以腓利門書都傳遞一個好重要嘅信息，都係好值得我哋今日去思想嘅。我哋有時都碰到一啲人曾經令我哋唔開心，你能唔能夠出於對基督嘅愛，你去原諒佢，去接納佢，重新同佢和好，以致你能夠成為佢一個主內嘅兄弟，大家一齊同心行呢條嘅天路呢？保羅對腓利門嘅一個嘅請求就係咁樣，佢話你係主內嘅弟兄，而家呢個奴隸雖然做咗一啲嘅錯事，但係現在因着主嘅緣故，因着愛嘅緣故，你接納佢，你同佢一齊同行，你成為佢嘅一個嘅榜樣，你成為一個愛嘅源頭，你傾出愛，接納你嘅弟兄。今日都係一個充滿紛爭、充滿怨恨、充滿好多不和嘅一個嘅社會。我哋周圍都有好多人曾經得罪過你，你會唔會為主嘅緣故，你原諒佢，接納翻佢呢？求主都加我哋力量，讓我哋成為一個充滿愛心嘅弟兄姊妹，去寬恕、去接納曾經得罪我哋嘅人，讓我哋喺愛上面學習更多嘅功課。願天父親自賜福俾各位。